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的9月25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46篇，箴言22章第2节到16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8节到15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无欠缺。牧师非常喜欢的圣经经文诗篇23篇，在第1节的时候，他这样开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英文的翻译是说 I have no want， 意思就是说我没有什么要的东西，因为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所需要的一切，然后我就有了。因为我们也想到在出埃及的记载当中，那个玛拿之恩，对于那一群没有东西可吃在旷野的以色列人来说，上帝每天赐给他们能够吃饱，他们却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就以希伯来文的疑问句说这是什么玛纳为名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他们在捡的时候，除了安息日的前一天可以多捡食之外，每天只能够捡食每个人所需的每一天的份。以色列人必须要遵守上帝的命令，要有合宜的行为，走在合宜的道路上面。因为呢，多捡食的也不会剩，因为会坏掉。但是呢，缺乏的呢，上帝一定会赐予给他们，不会匮乏。箴言22章第2节到16节告诉我们，基督徒应当有的行为。贫穷人和有钱人一处相同，两者都是上帝所造。积极的人一见灾祸就赶紧躲开，无知的人却上前受害。敬畏上主、存心谦卑的成果就是富足、光荣、长寿。爱惜生命的人晓得躲开那些用来捕捉邪恶的人的罗网。教导儿童走正路，他自幼到老就终身不忘。穷苦人被有钱人管辖，负债的人是债主的奴隶。散播不义的种子，后患无穷。严厉的惩罚将毁灭他，慷慨把食物分给穷人的必然蒙福。把狂傲的人赶走，一切纠纷、争吵、羞辱都止息。喜欢纯洁的心和辞令优雅的人，能赢得君王的欢心。上主的眼目看顾真理，他消灭撒谎者的言论。懒惰人待在家里，他说外头有狮子等着要吞噬他。淫妇的口是陷阱，上主所厌恶的人要掉进去。儿童本性接近愚昧，用责打可以改变他们。向有钱人送礼，或是包谢穷人致富的人，都必缺乏。保罗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说到，主的恩典是富足的，而且呢，耶稣基督却因为世人的关系而成为了贫穷，因为他要使人因着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保罗也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必须要有爱心，要能够有实践能力，他们的捐赠的觉知，千万不能用贫穷的心态来看教会，因为主的应许是富足的，并且多的也不会剩，少的也不会缺乏。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8章的第8节到第15节这样的说道：我不是要定上什么规则，只要你们知道别人怎么样热心帮助人，
以此来考验你们的爱心。你们已经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是富足的，却为了你们的缘故，使自己变成了贫穷，目的是要你们由于他的贫穷而成为富足。对于这件事情，我认为你们最好在这个时候完成去年所开始的募捐。你们不但是最先有这个行动，也是最先有意愿要这样做的。那么坚持下去，完成这些工作吧。你们应该用当初计划的那样的热心去完成这件事情，而且要按照你们现在所有的去进行。如果你们真心捐助，上帝一定悦纳。他要你们献上你们所有的，而不是所没有的。我不是想加重你们的负担，来减轻别人的负担。既然你们现在富足，就应该帮助那些贫穷的。到了他们富足而你们有需要的时候，他们就会帮助你们。这样双方都有机会互相帮助，正如圣经上说的，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诗篇146篇，要赞美上主，我的灵啊，你要颂赞上主，我有生之日要赞美他，我要一生一世歌颂我的上帝。不要依靠世上的首领，不要信赖必朽的人，他救不了你们，他们一定一死便归为尘土，他们的策划当天便成为泡影。那得到雅各的上帝帮助的多么有福啊！那投靠上主他的上帝的人多么有福啊！上帝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他始终坚持守他的诺言。他为被欺压的人伸张正义，他赐食物给饥饿的人。上主使被囚的人得到自由，他使盲人可以看见。他扶起被欺压的人，他爱惜正直的人，他保护寄居的外人，他辅助孤儿寡妇，他要挫败那一些邪恶的人的诡计。上主要永远作王，西安哪，你的上帝要永远掌权，要赞美上主。感谢主赐下恩典，并应许我们必要赏赐，使我们的生命当中没有缺乏。要热心的捐助，乐意帮助需要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